新手投資者常犯嘅3大錯誤啦。第一就係會受到自己情緒啊、市場上嘅波動啊，而做出啲錯誤嘅投資決定啦。第二就係短時間內賺到高回報，而錯誤咁運用槓桿去倍大咗個投資啦。第三就係國際嘅大數據而做出一啲投資決定，而忽略咗產品同埋技術走勢嘅本身嘅特質啦。Hello， 歡迎大家嚟到高up秘笈，我係 Jack。咁今日我想分享翻新手投資者常犯嘅3大錯誤啦。第一就係好多時冇嚴格遵守自己預先設定嘅投資計劃啦。好多時買入價位啊，或者一啲只賺只蝕嘅價位，好多時會因應翻個市場上個波動啊，或者成日望住個市啊，影響到個心情啊，令到自己經常性去更改啦。可能交易10次裏邊，如果你成日改嚟改去，其實最終嗰個回收應該都係負數嘅，都係會損蝕嘅。咁即係呢啲我都想提翻大家啦，雖然其實唔係咁好嘅一啲投資習慣啦，但係我覺得有時最基本嘅嘢就要反而執翻正咯，咁你先有機會優化到你成個個 portfolio 個表現咯。咁第二啦，就係好多時有啲投資者短時間內贏咗可能1倍2倍或者幾十%，咁可能就覺得啊，其實好似都幾容易賺喎啲錢。咁尤其是可能會嗰個槓桿上咧就會錯誤咁倍大咗，因為其實有陣時你去衡量究竟用幾大槓桿咧，你睇翻市況嗰個波幅率究竟係幾大啊？舉個例子啊，如果嗰個波幅率係變大咗嘅話，其實你某程度上你個槓桿你係要縮細，因為其實你嗰個止蝕止賺嗰個range或者嗰個本金你係應該要 set 定好噶嘛，係每一次嘅交易。咁如果你倍大咗嗰個槓桿，但係而個市況亦都個波幅率係倍大咗嘅話，咁其實變相你嗰個損蝕嗰個潛在風險係倍大咗好多倍嘅。咁變相你就會可能一次嘅損蝕就會令到你再難去繼續交易咯，個本金變到可能剩翻好少咯。咁第三就係咁，因為通常其實大數據咧，尤其是啲經濟數據都係滯後咗市場，好多時市場都預先行咗嗰個方向，往後先再出翻嗰個數據。咁我舉個例子啊，好似之前美國突襲伊朗咁啊，其實早2個鐘頭前咧，其實個金價咧已經向上突破咗啲大嘅阻力㗎啦。咁其實2個鐘後咧，新聞咧先公布咧，美國係即係突襲咗伊朗啦。咁所以變相其實有陣時好多新手你都要留意翻咯，即係唔好經常性以為真係經濟數據出嗰樣嘢就會令到嗰樣嘢升同跌咯，係啊，反而你係要留意多啲，佢之前事先可能早1-2個星期嗰個走勢究竟係處於啲橫行格局啊，定係上升趨勢啊，定係下跌趨勢咯。想避開呢啲新手陷阱，建立翻個好啲嘅投資心態，記得喺下面留言新手，我即刻 DM 份投資新手錦囊俾你啦。